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Lotus New Channel，我係 Ethan。今次同大家精選咗5隻新鮮熱辣嘅 Web3 遊戲，隻隻都有獨門玩法，有啲仲可以邊玩邊賺。準備好未？即刻睇片啦！首先係 Splutch Wars， 呢隻由 Red Games 開發嘅多人射擊遊戲，啱啱喺2026年1月22號推出 Early Access。玩法係第三人稱顏料彈大戰，12個玩家同場對決。節奏快到你唔信，講求走位、瞄準同地圖意識。最過癮係佢個盟友或者背叛系統，你可以選擇救起被打中嘅對手，一齊分獎勵，或者直接搶晒佢啲戰利品，真係鬥智鬥力㗎。Web3 方面 ，Splutch Wars 用咗 NFT The Generates 做你嘅永久角色，可以自定顏色同造型。遊戲仲用 RKT 代幣買裝備同 Battle Pass， 高手玩家仲有得分紅。Early Access 期間有分階段獎勵，早玩早着數，遲咗就要等第2輪。遊戲仲支援跨遊戲資產互通，未來會越玩越多嘢。接住嚟係 Shrapnel， 呢個係一款 AAA 級由 Neon Machine 開發，免費玩嘅 4v4 第一人稱射擊遊戲，設定喺後末日嘅 Sacrifice Zone， 一個被月球隕石撞擊嘅邊境地區。玩法係團隊合作，扮演 Operator 去收集易爆資源 Sigma， 要喺對手之前提取，仲要避開隕石撞擊等危險。遊戲強調技巧性槍戰，隊伍協調，地圖有高低變化，無限重生機制，讓你隨時調整策略。Operator 可以升級解鎖 Perks 同埋自定角色。Web3 部分勁豐富 ，Operator 同武器 Skin 都係 NFT 可以交易，用 Shark 貨幣強化能力，仲有 Printer 系統自製道具。最新消息係遊戲會搬去 Gala Chain， 期間服務暫停，但係資產安全。而且佢成為中國首隻獲官方認可嘅原生 Web3 遊戲，仲支援多鏈互通 ，PC 玩得絕對適合鍾意高強度戰鬥嘅朋友，係硬派玩家之選，超級有潛力。第三款係 Don't Die， 呢個遊戲係一款單人 roguelike 遊戲，喺 Avalanche 鏈上運行。Don't Die 超簡單，唔使下載或者設錢包，直接喺瀏覽器玩。玩法係回合制戰鬥，用4粒骰子嚟決定動作、傷害、擋格、毒藥、治療。遊戲有3個生態地區，每個有唔同挑戰。你要擲骰子喺隨機地圖上面探索、打怪、揾事件、挑戰 BOSS， 同時要管理飾品、食物同時間水晶。升級骰子會增加能力，但係降低穩定性，好考策略嘅。遊戲設有 USDC 獎金池，預計1月推出。玩家靠技術賺分數就可以分獎金，進入季節獎池80%遊戲資金分俾玩家，仲有 Sticker、NFT 可以倍增效應。Don't Die 嘅第一個公開測試已經喺2025年推出，唔使入場費，模式可持續又易上手，適合新手入門 Web3。第4款 Catizen， 呢個係 Telegram 小遊戲人氣王，玩家數突破900萬，你扮演貓市長，透過合併貓貓升級建築嚟擴展城市。玩法悠閒，可以餵貓、訓練、培養感情。高級貓貓會自動生產資源，社交功能強，邀請朋友或者轉幸運輪盤都有獎勵。而家 Catizen 已經變成遊戲中心，有超過50款第三方遊戲。2026年目標加到200款。Web3 方面用3種代幣，分別係被動收入嘅 WeKitty Coin、加速進度嘅 Fish Coin，同埋用嚟連上互動嘅 XN。活躍玩家更可以攞到治理代幣 Katie。最新消息係遊戲會升級做虛擬世界資產平台，等玩家真正擁有遊戲資產，輕鬆踏入 Web3 世界。最後一款要介紹嘅係 Forest Knight， 呢隻由 Chrono Games 開發嘅免費回合制戰術 RPG， 喺 Android 同 iOS 都可以玩到遊戲建基於 Polygon 鏈上。玩法以策略性格仔戰鬥為核心，你將會扮演 Forest Knight， 帶領一班英雄，包括騎士、法師、弓箭手、刺客、聖騎士、忍者等等，守護 Cornfield 城鎮，對抗骷髏王 Skeleton Master。核心玩法就係組建隊伍、升級英雄同埋裝備優化，絕對係策略性至愛。遊戲模式多得嚟又豐富，英雄可以透過戰鬥升級，每個職業都有專屬嘅終極技能，仲可以裝備武器同配件，策略變化多端，絕對唔會悶。Web3 元素方面，你可以透過完成進度、參與活動同打頭目賺取
Knet 代幣合成 NFT， 參與治理投票，經濟系統相當活躍。遊戲即將推出 Aragorn Expansion， 係至今最大型嘅擴充內容，號稱會帶來下一代 Web3 遊戲體驗。無論你係 RPG 策略愛好者，定係想試下手機玩賺遊戲， Forest Knight 都值得你入手試玩。好啦， Web3 遊戲世界越嚟越豐富，今次介紹嘅5隻遊戲各有特色，記得揀隻頭入玩下，話唔定有意外收穫。記住俾個 like、subscribe， 再撳埋個小鐘仔，睇完片有心水，不妨留言講低你想試邊隻，下次再同大家發掘新境。拜拜。